今日帶大家嚟西環快閃，體驗食得滋味、買得開心、玩得高興嘅行程，係必出口先過馬路，再行幾個鋪位，就到咗第一站亞圓來了。連續6年米芝蓮必比登推介台式餐廳，門口大杯珍珠奶茶，燈箱印咗各式各樣嘢食。白色圓形招牌好有辨識度，秒殺好似返回台北西門町。入面環境好有台灣風味，牆壁掛滿米芝蓮獎，望向上面掛咗天燈。開放式廚房佈置到好似夜市車仔檔，餐具架好有心思。我哋點咗招牌滷肉飯、擔仔麵、招牌珍珠奶茶，同埋9份芋圓。滷肉飯滷汁夠濃入味，好餸飯。擔仔麵料足，有蝦貢丸肉醋滷蛋，麵爽口，調教港式做法，味道唔錯。9份芋圓有芋頭、珍珠仙草、黃色同紫色番薯與硬色中，仙草天然，配淡淡黑糖水，飲落潤喉舒服。推介。珍珠奶茶嘅珍珠 Q 彈有咬口，正宗台中味道，好飲。亞圓隔離鋪位就係 Soft Thunder Bakery， 呢度係用型格簡約裝修，大個閃電標誌，好易認。佢哋主要做西式麵包、酥皮麵包、甜點蛋糕，好似泡芙蛋撻、肉桂卷、蝴蝶酥。我哋今次買咗3樣嘢。酸種麵包、肉桂卷、藍莓貝果。Soft Thunder 麵包開箱，咁我哋買咗3個包，第一個係酸種包，都好大個嘅，有2個拳頭咁大嘅，咁20蚊就好抵買啦。噔，好，而家我哋睇到肉桂卷嘅真面目啦，好香肉桂味之外呢，哇，原來係佢好高人一等喎，起碼有兩寸高喎，樣都好靚。跟住藍莓 bagel 大隻，飽滿。表皮都充滿咗藍莓，睇見都想食。買完麵包之後，我哋係路口轉左行卑路乍街，一直行大約5至10分鐘，就會到今日嘅打卡點，就係惠康超市嘅電車懷舊主題分店。玻璃外牆貼上懷舊海報吸客，入口的配色仿照電車站的顏色，營造出復古的氣氛。門口已經係打卡位，放咗一部60、70年代嘅外賣雪糕車，部車似係綿羊仔的色又有型。
另一邊係電車站嘅佈置，另一個打卡位，有埋座位企喺度或者坐喺度打卡都得。相片中的中學生似係80年代嘅打扮，令人想起好耐之前的陽光檸檬茶廣告。仲有呢個食字做開始嘅口頭禪車站牌，可以順便學下嘢。呢度賣嘅可口可樂係樽裝，夠復古。地上連電車軌都有，帶大家走一轉。除咗打卡位，呢度都好照顧遊客，有幾個手信區。呢個係永樂蝦子麵嘅專區，唔止賣蝦子麵，仲有其他港式食品。呢邊係蛋卷、豬肉乾、曲奇，有唔同品牌可以選擇。可以睇得出，呢啲手信係包裝上花咗唔少心思。補充維他命嘅食品有好多選擇，買咗食完可以充電繼續玩。香港主題嘅磁石貼及磁扣。最後呢區仲有新包裝嘅經典零食。打完卡之後，我哋照原路行返轉頭，嚟到長興記食下午茶。長興記係米芝蓮必比登推介嘅平民美食，代表具質素且經濟實惠嘅美食。呢度嘅招牌生煎包出名，底脆皮薄多汁，會照足面皮18克餡料35克及底部18摺嚟做。門外面已經可以睇晒有咩菜式，入面嘅裝修係走街坊小店風格。我哋點咗招牌生煎包同埋蔥油拌麵。首先試試生煎包，先用筷子篤穿個包，咁樣就唔驚爆汁噴到人。咬落口啲湯汁即刻流入口，肉汁鮮甜飽滿，包底金黃脆口，值得推薦。蔥油拌麵口味平實，份量夠。食完下午茶，今日嘅行程就完成。最後片尾仲有個彩蛋，請大家睇埋先離開。